花莲县公河乡灾情惨重，不少道路甲大堤被大水甲污泥淹没。台南市环保局派出沟渠队支援，队长邱元龙以及队员凭着丰富经验，和清高车以定点进驻，采取冲洗并用方式，以上短时间内清除污泥，恢复人行通路。现在灾区的沟内泥土非常的黏，必须采用冲吸、冲枪，还有喷头及我们的吸泥管并用，这样才能够尽快的复原灾区的排水功能。在另外一方面，环保局山鸟基区也进驻不足街一带协助道路复原，为大堤周边开始向外清除污泥，一车一车慢慢将堆积关过山鸟沙土持续清出，将伊顺利拍通道路。住宅以及农田淹没的高度几乎达1层楼高，所以我们进驻之后，先以民众居家的清理以及市容的恢复为首要工作，再来协助道路的抢通，以便让大型机具能够进驻，进行更大规模的一个抢修。台南市环保局行动是地方政府展现温暖甲行动力的具体展示，也印证了同舟共济、携手共建精神。台南新闻张世伟整理报道。